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咧好少人會傾嘅話題啊，就係點樣增加收入啦。當我喺大學嘅時候咧，我已經會幫人哋去補習英文去賺錢。可能你會話，補習好多人都會做啦，有啲人咧係收緊100蚊，有啲人收緊200蚊，有啲人收緊300蚊。但係我嗰陣咧其實已經係收緊1000蚊一個鐘嘅錢啦，去幫人哋去補習。咁你會話，點解你可以究竟點樣可以增加收入啊？點解可以收到比人哋市場上高嘅價錢？咁咧有幾個要點想同大家分享下嘅。第一咧就係你要確保知道你嘅叫做客人啊個目標係乜嘢，佢哋係想攞 IELTS 9分，想攞8分，佢哋係想升職加薪，佢哋係想有自信地 present， 定係佢哋係想寫好一篇 essay。 你要知道佢哋目的係乜嘢，跟住咧就用最短嘅時間幫佢哋解決問題。當你做到呢一點咧，你就可以收到高啲嘅價錢。任何行業都係一樣，你只要越能夠幫人慳到時間、慳到心機咧，你就可以收到一個貴啲嘅價錢啦。想知道點樣去透過呢啲唔同嘅方式幫你增加收入，可以 DM 我可以同你咧去做翻一個簡單嘅諮詢噶。